你有冇發現，有時我哋慢慢開始習慣咗呢個世界，習慣咗個個都係咁噶啦。誠實好似變得唔再重要，而妥協都好似變得好正常。就連信仰有陣時都好容易變成忙嘅時候就將神放埋一邊，有需要嘅時候先至諗起佢。慢慢咁，我哋就以為覺得冇問題，人就會不知不覺被呢個世界影響，連信仰都開始變得冷淡。如果係咁，我哋同西番雅時代嘅人相比，我哋更似，因為人都好容易喺不知不覺之間遠離咗神。聖經裏面有一位先知，佢叫西番雅，佢活喺一個屬靈混亂嘅年代當中，人敬拜偶像，喺道德上開始慢慢變得妥協。表面睇好似一切都正常，但其實人嘅心已經慢慢遠離神。於是西番雅發出直接嘅提醒。西番雅書2章3節：世人遵守耶和華典章的謙卑人啊，你們都當尋求耶和華，當尋求公義謙卑，或者在耶和華發怒的日子可以隱藏起來。原來神真正想要嘅係一個願意回轉尋求佢嘅心。即使世界不停咁去改變，價值觀越嚟越模糊，人就好容易習慣咗，慢慢覺得算啦，大家都係咁。真正嘅信仰唔係跟住世界走，而係當世界變得妥協嘅時候，仍然選擇誠實；當價值觀混亂嘅時候，仍然要持守正直。當身邊嘅人都講算啦，個個都係咁噶啦，但係我哋仍然願意選擇跟隨神。原來神想再次提醒我哋小心，不知不覺咁跟隨咗世界方向走。當身邊嘅聲音越嚟越混亂，價值觀都越嚟越變得模糊，佢仍然呼召緊我哋重新尋求佢。喺妥協裏面依然選擇正直，喺混亂當中依然選擇跟隨神。今日不妨問下自己，當世界喺度變嘅時候，我仲願唔願意跟隨神？親愛嘅天父，當我哋望住呢個世界，我哋發現好多嘢都變咗，價值觀變得越嚟越模糊，誠實都唔再重要，妥協都變成越嚟越正常。主啊，有時候我哋都會不知不覺咁跟住呢個世界嘅方向走，慢慢覺得個個都係咁噶啦，算啦，冇所謂啦。甚至乎喺忙嘅時候將你擺埋一邊，有需要嘅時候先至諗起你。但主啊，感謝你，你仍然透過你嘅話語提醒我哋，你仲呼喚我哋回到去你嘅身邊，重新尋求你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哋喺混亂當中唔好變得麻木，喺妥協當中識分對與錯，教導我哋願意尋求你，願意行公義，全謙卑嘅心與你同行。主啊，今日我哋願意回應你，唔再跟住世界走，而係選擇跟隨你，而喺每一個嘅選擇裏面學習活出你嘅生命。我哋恭敬嘅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